點解要着名牌？一個袋值半個月人工，你仲係要買？你以為着名牌係為咗質量，其實背後隱藏住一套階級遊戲嘅潛規則。好多人都話買名牌係滿足自己嘅虛榮，但你有冇諗過呢種虛榮心其實源自於我哋身處嘅社會結構？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一件衫、一個袋點樣成為定義你我嘅武器。Hello， 我係 AY。講起名牌啊，我相信大家腦海一定有好多畫面：中環返工嘅金庸才俊，手拎 LV 公事包；尖沙咀 shopping 嘅師奶啊，孭住 Chanel 嘅手袋；甚至係大學生節衣縮食，唔係為咗交學費，係為咗儲錢買對名牌波鞋，或者一部新嘅手機。你有冇諗過，香港人對名牌嘅執着，其實反映咗一個好有趣嘅社會現象？根據市場研究顯示啊，香港人奢侈品嘅支出喺亞洲名列前茅，部分人可能佔收入大概10至15%。假設你2萬蚊人工啊，就等於每個月平均用咗2000至3000蚊用喺呢一類型嘅產品身上。雖然呢一個支出到底係算多定少，相信每個人嘅睇法都唔同，但比例上喺亞洲地區算係相當之高。更有趣嘅係，到底大眾追嘅係名牌本身呢，定係別有用心呢？當你見到同事拎住最新款嘅名牌袋嘅時候，你腦海第一個反應會係乜嘢？其實名牌嘅文化出現唔算係偶然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從70、80年代開始，名牌就成為咗成功或者高端嘅代名詞。面對名牌消費，香港人通常有3種嘅反應。第一種反應，身份投資派，佢哋覺得名牌係一種對自己必要嘅投資，特別係金融、銷售、公關等嘅行業，認為適當嘅名牌配搭有助建立專業嘅形狀，甚至影響埋晉升。第二種反應，品質至上派，佢哋強調名牌嘅質量同設計，覺得1分錢1分貨，寧願買一件好嘅用10年，都唔要買10件平嘅用得唔耐。第三種反應，理性抵抗派，佢哋認為名牌係智商稅，同樣功能嘅產品點解要貴咁多？寧願將錢用喺其他投資或者體驗上面。但呢3種反應背後，其實都反映緊同一個問題：呢一個載體到底喺社會結構上扮演咩角色？喺某個角度去睇，名牌未必同價格直接掛鈎，而係同象徵意義有關。當然，講到名牌消費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立場同埋考慮。有人會話：我辛苦賺錢，買啲自己中意嘅嘢有咩問題？又有人話：與其買名牌，不如將啲錢用嚟投資，或者去幫助有需要嘅人仲好啦。仲有人會咁講：我買名牌係因為佢哋嘅設計同質量，唔係為咗炫耀嘅。其實每個人嘅價值觀同經濟能力都唔同，冇所謂絕對嘅啱同錯。重要嘅係我哋要明白自己點解會做某一啲選擇，同埋呢啲選擇背後嘅社會意義。始終每個人對名牌都有唔同嘅睇法，希望大家接納多元嘅聲音。咁基於呢一點嘅觀點啊，我哋嚟深入拆解名牌背後嘅社會結構。從社會行為學嘅角度去睇，名牌消費其實涉及3個重要嘅概念。
第一個概念，社會分層理論。名牌係階級標誌嘅重要載體啊！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提出嘅文化資本概念，解釋咗點解有錢人會用名牌嚟區隔自己同其他階層。唔單止係經濟能力嘅展示啊，更係品味同文化修養嘅象徵。第二個概念，符號互動論啊。名牌本身就係一個符號，佢傳遞緊特定嘅社會訊息。你拎住 Hermes 唔使開口啊，個袋已經幫你講咗我消費得起。你着住 Uniqlo 其實都係一個表態，表達咗我其實追求實用同埋性價比。第三個概念，炫耀性消費。經濟學家 Veblen早喺100年前就提出過，人類會透過消費昂貴嘅物品嚟展示自己嘅社會地位。重點唔係功能，而係向其他人展示自己嘅經濟能力。例如，你有冇試過因為要見客戶而專登去着一啲衫，顯得自己比較專業一啲？或者朋友聚會嘅時候，唔自覺留意邊個用名牌嘅手袋，呢啲都係名牌作為階層工具嘅一個證明。總結嚟講，名牌消費唔單止係個人嘅選擇，而係整個社會階層同身份認同系統嘅其中一個部分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經歷。曾經有一段時間啊，我都會買名牌產品，覺得着住某一啲牌子會令自己更加有信心，亦都希望俾到人哋一個感覺係比較成功咁樣。但後嚟我發覺，其實呢啲產品唔係太適合自己，唔係話質量唔好，而係我開始反思，究竟我點解要買呢啲名牌產品呢？我希望從呢啲產品上面得到啲乜嘢呢？後嚟我先至發覺，我買嘅根本唔係個袋或者嗰件名牌產品，而係一個期望着住佢或者拎住喺手，我就會變成一個更加有品味、更加有地位嘅人。但現實係，除咗戶口少咗個錢之外，我根本冇任何嘅改變。嗰個期望並冇喺現實中兌現到。咁到底我想買嘅嘢係產品呢，定係一種想像呢？因為真正能夠令你 outstanding 喺人群中嘅，其實唔係你身上面着住嘅牌子係幾多錢，係咩類型嘅產品，而係你嘅才能、性格同對人嘅態度。當然，我唔係話名牌一定唔好。如果你真心中意某一個設計，而自己又能負擔得到嘅，係冇問題嘅。重要嘅係我哋要清楚自己嘅動機，唔好盲目去跟風，或者為咗滿足虛榮心而過度消費。總結返今日講過嘅嘢啊，我哋從名牌消費呢個現象學到兩樣嘢。第一，名牌係社會分層嘅重要工具。佢唔單止係商品，更係身份認同嘅載體。我哋買名牌，好多時候都係買緊一種社會地位嘅象徵。第二，名牌就係一個符號，我哋透過消費呢啲符號去話俾人知我係邊個，而呢啲符號代表緊啲乜嘢？例如係品味、設計、品牌故事等等，其實都係精心嘅商業包裝。所以我哋買嘅唔單止係嗰件產品，仲買緊一個未必真實存在嘅感覺。始終消費係個人嘅自由，但了解消費背後嘅社會機制，可以幫我哋做出更加理性嘅選擇。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買過一啲名牌產品，但事後覺得好後悔啊？歡迎下低留言分享你嘅經驗。
我係 AY，我哋下一封信再見，拜拜。